日本高流量健身 YouTuber 山澤李明露出精壯身材，徒手擠出鳳梨汁澆在冰上，一旁的市長黃偉哲被嚇出表情包。接着換被網友稱為真人版春麗的倔強盛夏上場，徒手掰開鳳梨，讓市長被嚇了第二次，還親自為黃偉哲特制的鳳梨清冰。市長黃偉哲化身美食代言人，向 KOL 推薦好吃的滷肉飯和水果，還精心準備台南芒果乾、柚子生、地瓜脆片和特色咖喱茶仔做伴手禮。台南機場自去年開通直飛日本熊本、沖繩的航班，至今搭乘率高達90%以上。為了讓更多日本旅客認識這條航線，市府特別企劃以搭機出發作為行銷台南旅遊的內容起點，完整呈現從日本搭乘直航抵達台南到展開旅程的實際過程，感受直航的便利性。那這次也特別邀請夢多以日本人的角度，邀請2位網紅來台南體驗好吃好玩的景點與美食。那希望日本的遊客透過直航能夠直接來台南旅遊觀光。行程包含海鮮觀光與山區田園觀光，鎖定自由行旅客，透過熟悉的影音平台，希望日本旅客將直飛台南納入旅遊規劃。記者說懷談的報道。